关心医药的新闻，咱的身体若要健康，爱保养，也过方法嘛要正确。进前因为寒流，地区的温度较低，各地拢真有感觉。最近天气较烧热，也含过南部的所在，每日温差真大，连咪寒，连咪热。伫这款情形下，高雄有一个通信行上班的陈小姐，伊目睭呢感觉无爽快。尾仔来煞变成感冒凝血，医生一个检查才知讲，原来伊保养目睭方法是错误的。就是这个动作，大力刺、大力雷，让陈小姐的目睭出问题。前头目睭红红红，去互医生看，本正点药就好起来。不过，伫咧通信行上班的陈小姐烦恼惊到人客，就想空想胖，用这波，说互感冒会肿更加严重。在门市上眼睛如果有问题的话，客人都说你是眼睛怎样，会不会感染？对，所以我就想说让它快点好，所以就一直揉它，到后来才肿起来。对，还蛮肿的。一开始是没有感觉，可是后来就觉得很像卡卡，眼睛卡卡的。病去到食力，就是因为这段时间，伊逐工午休30摆，佮大力泪目睭10几摆，尾仔出血所在变济，视力受到影响，为0.8降到0.4，目睭灵无法度转细，看物件目变甲真无清楚。结膜下出血呢，它就像我们皮肤的淤青一样。它慢慢眼白的地方就出血了，频频的出血，结果就变成血肿，就好像一个荔枝一样，震到后面去，差一点又压到那个视神经。它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气候，气候就是什么时候呢？冬天或是季节的变化了天气慢点寒，慢点烧热，感冒伫咧这当中开始出血，或者是目睭灵外伤，对目睭受过大力，嘛开始出血。医师就提醒，若是发现目睭有小小的情形，就要紧去医生看，莫累目睭，超2-3礼拜就好起来。嗨，我是映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。